我今日想同大家講下 Geisha。大家知唔知最貴嘅 Geisha 係幾錢咧？就喺上年8月份 Best of Panama 拍賣嗰度咧，係拍出咗10,013蚊美金1kg啊，係1kg喎，咩概念啊？總之就好貴啦。咁 Geisha 咧，本來就係埃塞俄比亞嗰啲當地嘅原生種啊，但係點解去到巴拿馬之後會咁犀利咧？就因為巴拿馬有獨特嘅火山土啦、超高海拔啦，同埋日夜溫差超過15度，就有啲獨特嘅氣候環境咧，就做一個獨特嘅風味喎。咁 Geisha 咧，因為佢同日本嘅藝妓係同一個發音咧，所以咧我哋都會叫做藝妓豆嘅。而國內咧就叫 Geisha 貴下，咁都冇改錯名嘅，貴下真係好貴下㗎都。見到巴拿馬種 Geisha 種得咁成功，佢側邊嗰班美洲兄弟都話我哋有種。但係講到種嘢咧，肯定有我哋中國份嘅。近年雲南 Geisha 都出咗啲靚嘢嘅。上年我飲過一隻台灣嘅 Geisha，又 OK 嘅喎。咁啱得咁巧咧，巴拿馬 Geisha 咧，我哋都有得賣喎。就係雖然唔係1萬蚊1公斤嗰啲，但係都係好嘢嚟㗎。點擊下邊呢條 link 就可以買到㗎啦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